经典泰国电影的男女主角纷纷推出新作品，像是2010年《初恋那件小事》的女主角平采娜，当年只有17岁，现在的她已经26岁了。最近拍爱情片《现实好友》也勾起观众对她的记忆。一对青梅竹马，男方被发好人卡，始终难突破友谊界限。26岁泰国女星平采娜搭档泰国小鲜肉 Nine 回国拍爱情电影。说起平采娜，您可能觉得有些眼熟，因为2010年她拍的《初恋那件小事》电影台重播了好多次。当时女主角平采娜只有17岁，因为变美前后的强烈反差，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现在的平采娜已经从少女长大成人，26岁的她外貌成熟不少，演出爱情喜剧超逗趣。至于另一部经典泰国片《鬼影》，是泰国最具代表性的恐怖片，还曾被美国翻拍成电影《鬼照片》，而剧中男女主角睽违15年再合体拍《师匠》。36岁的男主角阿南达，从当年的小伙子变大叔，再度合体娜特惠兰塔妹，同样也是拍恐怖片，自然唤起观众记忆。两部电影预计3月上映，就看能否再创经典。